園，我哋做戶外真係玩嘅好開心。P 班都有自己嘅團年 BBQ， 我哋一齊去街市買食材，返到學校就一齊處理食材，例如搣粟米，用豉整包番薯，整蒜頭，搣蒜蓉，最後處理好食材之後，我哋就一齊團年 BBQ。你仲記唔記得嗰首歌啊？記得啊！燒雞翼，燒香腸，下鵝紅紅，香又香。講開好味啊！係啊，我最中意食雞柳蛋絲、雞筍、紅椒、黃椒、青椒、炒闊條麵。我就要多謝姐姐每日幫我哋準備早餐、午餐。我哋都好想多謝更多位爹哋、媽咪、公公、婆婆、爺爺、嫲嫲，多謝你哋嘅愛護同埋追伴。無論我哋發生咩事，有需要嘅時候或者生病嘅時候，無條件照顧我哋。爹哋、媽咪，多謝你哋呀！最後我哋謹代表今屆畢業生，祝福全體嘉賓、所有學弟學妹身體健康，生活愉快。多謝各位。多謝潘少平同學、石祖利同學、郭卓群同學。